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Cantonese Podcast，我係 Jessie。今日呢一集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每年都有人中招，但有好多人好期待嘅節日，就係愚人節啦。首先問大家一條問題先，你有冇試過係4月1號俾人整蠱過呢？例如收到一個 message 話，老闆今日請食飯，點知去到公司發現係假嘅。嗰者朋友突然同你講，我結婚啦。你仲認真恭喜佢，最後先知係玩你。如果你有試過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成功參與過愚人節嘅全球活動。咁你又知唔知愚人節究竟點解會出現？其實到而家為止，愚人節真正嘅起源係冇一個100%確定答案嘅。但最多人講嘅一個版本就同法國有關，傳住喺16世紀。當時嘅查理9世決定將新年由4月1號改為1月1號，但問題係當時冇 WhatsApp 冇 email， 結果就有一班人唔知呢個改動，持續係4月1號慶祝新年，於是其他人就開始笑佢哋，你哋仲過緊走新年呀，甚至會送假禮物玩整蠱，慢慢就變成咗愚人節嘅文化。另外一個講法就同古羅馬節日有關，好似一個叫做 Hilaria 嘅節日，意思係歡樂。喺呢個節日入面，人哋可以扮鬼扮馬，玩角色扮演，係咪同今日嘅愚人節好似？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嚟 OK 啦，歷史就係咁，但而家仲有冇人玩？答案係唔止有人玩，仲玩到好誇張。第一單經典愚人節新聞 BBC 意粉樹，係1957年英國廣播公司做咗一個超經典嘅整蠱報道。佢哋喺新聞入面話，瑞士有意粉樹，農民喺吹上面收成意粉，仲披埋真實影片。當時好多觀眾信以為真，甚至打電話去問，我想種意粉樹應該點做？第二單 Google 嘅假產品，每年愚人節 Google 都會出啲超離譜嘅產品，例如自動幫你寫 email 嘅心靈感應功能，可以喺地圖入面玩 Where's Waldo， 或者用筆聞味道嘅收藏功能。有啲設計仲做得太真，搞到人哋以為真係會推出。第二單 YouTube 關站，有一年 YouTube 宣布，我哋已經捲出全世界最好嘅影片，網站將會關閉10年，等評審傾過。重到好似真係咁，但其實全部都係愚人節玩笑。咁點解人類咁鍾意愚人節？其實心理學有個解釋，人鍾意安全嘅欺騙，即係明知係玩笑，但又有少少刺激，再加上平時唔敢講嘅，愚人節可以用講笑方式講出嚟。例如，其實我唔鍾意你份 proposal， 愚人節咋？但其實可能有幾分真，都唔出奇。不過都要小心，愚人節玩笑如果太過火，就可能變成傷害人。例如假新聞，尤其係醫療、死亡嗰啲，影響工作。所以記住一個原則，玩笑要好笑，但唔好傷人。最後想問返大家，今年4月1號，你會整蠱人定係俾人整蠱？如果你有啲好笑嘅經歷，歡迎留言分享。今日呢一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類輕鬆又有趣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俾你啲容易中招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